后来继续正段消息来看国会改革的法案，经过4个暝日的表决大战，第一章正式通过了。其中争议上大的立法院的调查权甲听证权通过了后，未来若伫立法院讲白贼，或者是无照实讲，上悬会当罚款20万。若是官员阁有刑事的责任，会面临1年以下徒刑。国民党团讲，相关的条文通过是民主的大胜利。若民进党团已经表态，将要申请释宪，就是要申请大法官来解说着宪法。总统府嘛发出着声明，讲即届的修法并不是人民共同的期待。第141条之1条文修正通过。议事推卡落去，经过4公审的表示，国会做刑法修正案正式三读通过。未来公务人员到地面备询，若是黑白讲话，会面对上悬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可刑，或者是20万以下罚金。若国会这款修法三读通过，够车。第57条条文修正通过。调查争议经过听证和调查权嘛通过，根据修法的内容，未来入面会当举办听证会，邀请政府人员和民间有关系的人出席。若是无来拒绝表达意见，和拒绝提供资料的人，经过立法院会决议，会扣罚10万块以下罚款；黑白讲话的人是罚2万块以上20万块以下罚款。而且入面会当要求包括政府机关、部队、法人、团体或者是社会上有关系的人，提供相关文件资料和档案，民间人士或者是法人，若是违反相关规定，经过立法院会决议，相关扣罚1万块到10万块罚款。改变从今天开始，台湾不是民进党的，台湾不是赖清德的，台湾是属于全体人民的。质询跟听证的定义不明，重要关系事项的定义不明，虚伪陈述的定义不明。那请问这一条犯罪到底要怎么审视？地面修法已经违反权力分立证据，行政部门嘛少数发声。总统府认为这边修法并不是台湾社会共同期待。行政院讲条文已经侵害人民的权益，这款受到直接影响的监察院，发声明讲调查权应该是监察院来做代志。所以来国会这款修法已经通过立院这关，总统依法爱伫咧10天内公告，立法院会当伫咧15天内由委员记名投票，1半以上无赞成提上来，或者是由1/4以上的立委申请释宪。我们党团绝对提出释宪，这是毫无疑义的。国民党一直讲说这是一个民主大胜利，是吗？国会扣权、无限扣权、违宪，这是民主大胜利吗？国会这款修法三读通过，行政部门和民进党团所落来动作必受大家关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